點解贏錢可以瀟灑離場，輸錢反而越踩越深？你可能正經歷從多巴胺獎勵到損失厭惡嘅心理激盪。輸錢嘅時候，大腦會觸發損失厭惡嘅心理現象，比如話同樣面對1000蚊嘅賭注，輸錢所帶嚟嘅痛苦感覺，比起贏錢得到嘅快樂感覺更加嘅強烈。輸錢嘅痛苦強度有2到2.5倍高。其次就係同多巴胺獎勵系統有關。當贏錢嘅時候，大腦會釋放出大量嘅多巴胺，產生愉悅嘅感覺。呢種感覺更加容易令人喺呢個時候選擇結束賭博。而輸嘅時候，因為短期利益嘅驅動，令佢哋更加容易做出衝動嘅決定，容易陷入一個唔追翻唔安樂嘅強迫循環。呢個時候就要啟動18分鐘逃生程序。如果大家睇過球賽，當球員連續失分嘅情況下，教練會示意暫停，緩和球員焦急嘅心情同埋調整戰術。所以可以嘗試先離開賭台，食支煙、食個飯、飲杯水調整心情，最好維持18分鐘，足夠令過載嘅腦袋冷靜落嚟，減少衝動行為嘅可能性。當我哋太過專注於輸錢嘅當下，往往就會導致睇唔到客觀嘅處境，導致做出更加多錯誤嘅決定。